就来看行政院的副院长陈其迈，伫个防疫国家队发挥伊医学的专长，嘛来整合着跨部会沟通。伊来接受到华视新闻的专访，分享伊一路行来安怎带头协助防疫。反过来这个。最近半年来，无因伫防疫，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无法度转去，家在办公室，有支持者送来枕头过瘾一个。回想这场抗疫之战，确实有影无简单。都是惊心动魄，每天在追口罩。现在口罩在上个礼拜4，2170万，所以那一天就比较好睡了。因为台湾上下共心交出真水的防疫成绩单，陈其迈行有余力，嘛积极对外发声。几波的这种大型群聚感染，我们都是用大数据的方式，把这一个情况把它控制下来。诚如蔡总统讲的，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不过，今日这个笑容得来无遐简单。2018年败选了，加入内阁团队，在野党的口水毋捌停过。像市长选举也是很难过啊，对不对？我跟苏院长在聊天，我早上晨会我说，人家笑我们败选联盟，我说对啊，就是真的是败选联盟啊，我们就是要自己要警惕呀。陈其迈为败选者蜕变为防疫国家队先发阵容的过程，锁定永暗新闻8点档的华视会客室。